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7月初4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丹妮。新闻头起先，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一个夜市啊部分解封，新的管制措施袂当哪行哪食，爱包转去或者是外送，嘛要保持社交距离。2.25平方公尺，敢来当徛一个人。台北市虎林街附近已经有30个人确诊，台北市府启动虎林专案，不过在地人讲，8日开检3300个人实在伤少。气象局预告，这2天会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通过咱南边海域，甚至可能加做今年第6号的风台。过来，今仔日新增加37个本土的病例，2个死亡的个案。为5月份到达，确诊的个案内底已经有超过1万人解除隔离。指挥中心表示，福原的人只要摕解除隔离的单仔，就会当加做检验阴性的证明，业者或者是民间的机构都袂当刁难。因若各界关心7月12，敢会当部分解除封锁咧？指挥官陈时中讲，这都要看疫情控制的状况，而且倾向全国都要一致。国内新冠本土疫情有确定，指挥中心公布，初时新增加37例本土病例，个案分布以台北市18例上多，搁再来是新北市11例，桃园市甲彰化县各3例，宜兰县2例，另外也新增加2例死亡的个案。在周边的筛检那阳性率阳性的个案并没有暴增的情况，要继续观察有没有潜伏的一些没有症状的个案。目前我们可以讲就是说没有失控。根据指挥中心最新的统计，对5月11到7月初2总计公布13712名确诊个案内底，已经有10868人解除隔离。解除隔离人数达到确诊人数79.3%。不过，这阵确实有解除隔离的人面临好期了后，登记住的所在安养就医、工作所在防固做这问题。亲像必须要提出检验的阴性证明，也是证明伊的CT带偌济才能登去。指挥中心讲，这要康复的人提出解除隔离单，就使当作是阴性的证明，业主不用刁难。卫生局会在他解除隔离的时候，会由这个县市政府来开立这个叫做法定传染病解除隔离治疗通知书，这上面都有很清楚的说明他的一些权利义务，也有他的名字跟诊断医师等等这些的资料，所以他持这个解除隔离治疗通知书就可以作为他的所谓大家外界所俗称的叫康复证明书。另外，为了防范变种的病毒，7月初2开始，入境的人伫完成特殊检疫进程，一律要进行300个采检。为了因应旅客伤侪时阵，现有5个深喉喙内检查点，这礼拜搁再增加8个到13个，而且的这个表也会简单化。今天的上午，因为有比较多的这个欧美航班回来，那第一航厦的部分，我们一样是配置3名护理师跟4名的协勤人员，但是在第2航厦，我们就增加到10名护理师跟7名的协勤人员，所以我们就会每一天其实都会先看隔天来去做预置需要的人力。另外，台北市3大批发市场发生新冠肺炎互相烧的事件，互外界关心是不是会影响到7月12日的未解封。但是中表示，是不是要降级，又要看疫情的控制，整体方向也是以全国一致为主。记者综合报道。即卖疫情有较转好，包括台北宁夏夜市啊，甲台东的正气路夜市啊，是拢部分解除封锁。有反啊，就讲人丁虽然无像英国遐尔济，不过至少有开始营运啊。因那桃园的德维奇港，拜六礼拜人嘛是袂少。指挥官陈时中就讲，虽然这礼拜的人比顶礼拜也搁较济，不过也伫控制范围内底，而且嘛有针对市场甲夜市啊定出防疫管制措施。广播基地夜市啊出入口提醒遵守防疫规定，警察也徛伫遐提醒人员分流。台北市对6月29开始宣布夜市啊用个未解封，一寡人客也渐渐驶夜市啊。另外，伫东台湾的台东也对7月初1开始夜市啊未解封。好，等我一下。台东市正气路的大头，大约1/3的饮食单位开始出卖啊，采取分配方式，轮流来摆摊，也避免互相烧坏问题。业者讲，人客大约是以往的1成左右，不过至少使做生理。另外，假日的桃园德维渔港也出现人客，却是以身份证分流。大头讲，上机是看会到，食袂到。你人无在条，礼拜拢徛咧外口无效，就准讲，互你礼拜你嘛袂使亲去。另外，婚林的大头业者也伫西里东南夜市啊，示范未解封的管制方式，除了是连坐甲出入的管控，也是伫发布信号，互民众查询人最少的情形。阮即摆这叫做七星牌，7星啦，这边摆遐过来安尼，看看安全，咱人客嘛安全。
已经确立各地市场夜市啊，准备要未解封，大头把握机会，希望趁偌济是偌济。这位官但市长也坦白讲，这礼拜人确实比顶礼拜增加，也毋过拢在控制中。这个礼拜跟上个礼拜根据这样的一个人流跟车流的这样的看，大致上这个礼拜比上个礼拜大概增加3%到5%这位中心对个市场甲夜市啊也定出重点的管制做法，包含禁止哪行哪食，敢来使买早出去，加强实联制甲相关人流的管制做法，至少要保持1.5公尺、2.25平方公尺才会社交距离。若就排队人真侪所在，人车必须要来分开等等。议题进行讨论会进行讨论，那讨论结果会再跟大家做报告。对着中央提出的相关的管制，台中市长罗秀燕表示，就是疫情相对来稳定，不过无放松的本钱，会遵照中央的指示，始终无拍算来跟进。另外，通市市表示会对着新的规范进行检视，就搁甲处理回来沟通参详。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虎林街甲永春市场，为6月初1以来，拢总有30个人确诊。台北市府今仔日启动虎林专案，不过在地人认为讲，8日列体检的名册。敢若甲名单内底3300个人做体检，实在是伤少。市府是回应讲，会当先领号码牌，明仔载才来做体检。不过安尼恐惊嘛引起群聚的风险。初时透早，永吉国小临时体检站有居民家打上去体检。台北市长郭文天点名虎林街永春市场有一区，初时紧急启动虎林专案，8日甲市场主理会做出体检 PCR。一定会担心啊！家有小朋友一定会担心啊。因为现在都没人啊，对，所以来普筛一下，看有没有确诊还是怎样。太慢了啊，大家人心惶惶。8日3万外的里民率只做出体检3300人，引起居民怨叹体检量无够。台北市府宣布每一个里现夜400人要家己打电话到里办公室报名，无报名该能等到初时暗时6点半以后到现场排队，或者是摕号码牌啊，引起群聚激怒。昨天就忙到7点截止，然后又追弄到送出去，午餐晚餐到半夜回去才吃。市府表示，为6月初1开始，虎林街附近巷仔有13户确诊，8户是家庭群聚，其中3户全家确诊有4个人，总确诊人数是30人。目前接触者可列144人。台北市府强调，因为6月中确诊人数明显增加，只会将虎林街永春市场当作一区。目前来看，无亲像是社区群聚，较亲像是个别的家户传染。要筛检的话，我们都不会拒绝，像有登记的部分优先处理，那没有的部分我们会另外再开时段。那明天会继续在现场做，然后今天会发号码牌。那真的不行，我们会引到忠孝院区来做相关的采检。台北市府解释，虎林专案不是凊彩做，6月2日发现问题，7月7日宣布专案，7月7日规划甲布地场地。台北市府绝对无要做一条，无要酷烈。虎林专案了后，市府为每礼拜确诊案例来分析，发现中正区这礼拜确诊数量比顶礼拜较济，下礼拜会比较虎林街模式，伫中正区做社区普筛。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三大批发市场爆出群聚感染。指挥中心甲台北市做联合前进指挥所，要来加强体检。指挥官陈市长讲，目前三大市场累计甲超过11000人做体检，有229个人确诊，其中台南市场有110个人确诊。因那台北市长郭文德宣布，为初5开始，要甲台北市传统市场的患者做疫苗，按算会有18880个人。另外后礼拜开始，卖建立市场休憩的补偿机制。总共的确诊的案例数是96案，第二市长是23案，环南市长的确诊数是110案。台北市的环南市场甲北龙第1、第2市场爆发新冠肺炎群聚，指挥中心公布上新体检甲确诊人数。第1市场体检5000多人，96人阳性确诊；第2市场体检2000多人，23人确诊；环南市场体检3000多人，阳性个案较济，总共是110人。目前3市场总共有219个确诊。在外围的筛检呢，是比想象中要来得好，相对没有那么多，那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现象，阳性的个案并没有暴增的情况，那研判整个的一个是在一个
比较可以控制的范围。目前我们可以讲，就是说没有失控。指挥官陈时中强调，目前疫情无失控，不过还是要继续做采检。在病毒潜伏期间，尽量找出无症状个案，为防堵市场群聚疫情继续滚价。台北市长郭台也表示，为初5开始进行市场打枪的注疫苗专案，有18880人会注疫苗。7月5号到7月11号，我们要把台北市的这些传统市场，你知道，能够打疫苗先打1轮，预计要打18880名啊。那我们会跟中央商量哦，看看这个能不能再给我们多一些疫苗。就算不够的话，你知道，我们要挪动我们台北市的疫苗哦，先去处理这些重症乱发区优先，因为以前发生过呢，表示这个地方是比较危险的。另外，团市场的防疫规范，下礼拜会强制规定，比如喙安面罩爱挂，手笼部分爱个讨论。郭台表示，也甲中央达成共识，包含打伤因为防疫无营业的补偿机制，有个先提出困难市场停市3天的补偿办法，先建立一套规范，未来中央应用来当作范本。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今仔日新增加11个确诊，市府嘛证实，伫邦桥的中庆市场、树南的博爱街市场，拢有出现确诊者。为今仔日开始会休市3天。因为确诊人数虽然有持续伫降低，民众防疫敢是已经开始放零啊。新北市政府这2天去平溪，也阁有8日做稽查，拢有发现民众去佚佗煞无挂喙安的情形。目前是随家开单，而且以传染病防治法，而且新北市卫生局来裁罚。 7个人伫新北市花桥水墙耍水，拢无挂喙安。巡逻警察看到向前劝导，游客看到警察甲区公所人员出现，拢赶紧挂喙安应该说，出关时阵有挂喙安，只有耍水时阵摕落来。警方认为已经违反规定，向卫生机关处罚。在灰窑瀑布发现民众戏水没有戴口罩，针对违规民众，将依传染病防治法相关规定，移请卫生机关裁处。 新北市府观光旅游局表示，因应3级的防疫，关真侪景点，花桥水墙出入口也关起来。警察巡逻所发现有民众违规无不挂喙安，另外警方伫新北市8里做法也开出17张的罚单。请把口罩戴好。虽然真侪人拢挂喙安，不过也有人伫老街买点心，都坐伫路边食，违反规定。 8里区公所表示，最近观察到做饭游客回流，各有家己未解封的现象，甚至有人往哪行往哪食，呼吁民众爱遵守规范，唔当食做防疫空胖。新北市礼拜日增加11例确诊个案，邦桥区3人上侪，市府证实邦桥中庆市场有1人确诊，树南博爱街市场有1个住伫台北的他乡也确诊，相关区域关起来个消毒。板桥琼庆市场这个个案，因为有确诊，以及 华南市场这个个案虽然是台北市，但是到这个博爱街市场有工作的地点关系，所以为了防疫起见，在今天特别启动板桥重庆市场以及博爱街市场，从7月4号到6号休市3天，就近快筛。 为阻断市场甲夜市的运行传染链，新北市府为初5开始安排新北市168个市场甲夜市200名打商做册做疫苗，也呼吁打商接到通知了后，爱准时去做。记者综合报道。M 新闻替观众朋友整理今仔日各县市本土病例的人数。今仔日增加37个本土病例，有2个人死亡。因各县市的情形，台北市18例上济，新北市11例。 桃园甲彰化有3例，因宜兰是2例。目前全台湾总病例数已经超过15000例啊。所以咱来看这个有关注疫苗的消息。一般家属的配送员的工作，拢爱入去甲民众的处理换家属。家己都业者讲，到今因所拢也无红入去优先注疫苗的名单，烦恼造成防疫空胖。所以工会甲中央化讲。 7月中了后，若是要袂当先注射，就会暂停送家属，降低传染的风险。在疫情期间，未配送家属进前，拢要先用酒精消毒，才能出发。无论是送去店的，或者是名体，这款家属拢是由配送员亲自送到定点，而且也该替人下装测试。 这么疫情这严重，真侪民众担心这种服务敢会变做防疫的浪棒。消毒啦，量体温啦，我嘛是惊伊别位来，我嘛是惊，就是阮的实名制。
但是民众业者会担心，亚速行业者也真惊，只好先甲家己的防疫消毒做好。因为若是有人叫亚速，一定爱送，而且一天可能会走几落十个所在。我去人客到，可能到3-5分钟我们就离开了。但是如果说伊若拄到伊的路具有问题，我搁伫遐留头1-20分钟的时候，这个时间那个风险又增加了。身为感染疫情高风险族群的亚速配送员，这嘛是无被列入优先事务风险名单。因此，一化气体工会向中央发挥，希望会当替因成事。若无，只好是串联各县市的工会，自7月中了就暂时停送亚速。民众若是需要亚速，只好家己去亚速行来摕。记者综合报道。为着避免发生类似北龙的群组感染，高雄市府6月底要求15个肉品市场甲果菜批发市场，要甲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列名册、注疫苗。即马所传出红山的肉品市场基线分场的名册有问题，未少其他人员奉以临时工的名义列伫名册内底。不过高雄市府甲红山农会今仔日是出来驳回讲，遐名册内底的人拢是肉品市场内底工作人员。礼拜日高雄红山肉品市场基线分场因为公休无啥物人，因北龙进前传出群组感染，高雄6月底要求批发市场对一线人员做测做疫苗，所传出疑似做测无实在，外相认为可能是内部无好所引起的风声。在里面在内讧，每一个地方都有了，你什么市场都会有这样的内讧，尤其是你看，它厂与厂之间嘛，一个厂一个厂嘛，他会争取摊贩嘛，来我这边，你来我这台就是我的台的。基线分场后内部人员投诉乱做测，明明是互第一线工作人员做疫苗，所令市场外口卖猪肉，或者是开早餐店的拢以临时工的名义来做，也有一人卖猪肉专家做疫苗。高雄市府查证了后表示，做测人员拢是肉品市场的实际工作人员。猪肉摊还有早餐店的业者，都是我们电载线的工作人员。那只是说他们的工作时间会是在清晨的时候，那可能在这个人员的交流上面比较没有常常看到，因此有这样的误会。红山农会强调，查证搁确认做测人员身份，农业局也回应，基山肉品第一波做测人员只有89人，实际做70多人，甲风险100多人明显无符合。不过也是加强做测清查，若是无实在或者是违法，会依法处理。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各地大部分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不过过道雷公雨的范围就会扩大，民众若要出门，都要注意天气的变化。气象局预告，明仔载甲后日会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通过咱台湾南边的海域，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华东甲恒春地区会有明显的雨势，甚至可能会成做今年第6号的风台烟花。伫北日，在台湾各地天气拢正好，气象局提醒讲，自初五开始，伫咧台湾东南边外海热带性低气压，会互华东甲恒春地区有短暂阵雨。自初五暗开始，一直到初六，华东甲恒春半岛雨拢无停，而且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沿海地区要注意有长影。礼拜1、礼拜2将会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通过台湾南方的海域，那对花东、恒春会带来比较明显的雨势。那在东南部、基隆北海岸还有南部沿岸可能会有强风还有长浪的现象。一旦热带性低气压伫咧通过过程中，对北部甲中部影响较小。伫初五、初六，中部抑个北部依然是热天的天气形态。过头了后有西北风。气象局无排除热带性低气压有可能成做今年第6号风台烟花，有机会发布海上警报。以路径上来看，明天跟后天会逐渐的通过巴士海峡，在明天晚上到后天清晨会是这个低压离我们最接近的时候。只是说强度的发展上面，我们目前在预测上。它有可能是以热带性低气压，甚至不排除变成台风的方式，再通过我们的台湾南方的海域。预计初5、初6这段期间，台湾受到影响上明显。自初7开始，得到热带性低气压慢慢向华南沿岸所震动，离开台湾。所以，除了东部甲恒春半岛有落一个停一个短暂阵雨以外，全台湾的天气又会恢复热天烧热的天气形态。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市的天文教育联盟甲嘉义县的科学教育中心，配合嘉义的国校也有电台，共同做公布节目《天文乐爱着》，拢总会有34集。7月初5会开始放送，希望互家长也有囡仔伫咧厝里，
嘛有另外一个学习的选择。农夫不用历经田，雨水连绵是风莲。老师甲学生念卡本录音，家己是天文教育人民甲南潭国小，为了要互学生甲家长伫休热这段时间会当学习天文知识，特别合作制作34集的天文广播节目。雨水连绵是风莲，农夫不用历经田。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雨水当天下雨的话，今年农夫的收成就会很好。也希望利用这个广播节目呢的多元化的设计，让我们的孩子可以对天文有无限的想象，也启发他们的好奇心。一集1点钟的节目内底拢有6个单元，若有丰富的天文知识，阁有24节课台语、上学语甲英语的内容。南潭国小表示，为7月初5开始，一直到10月26。拜1到拜2的中昼12点，伫电台甲网络拢会来播出。录之前要先试好几次。那大概都要试几次？3、4次。可以在 FB 以及这个 YouTube 还有 Podcast 相关的这些管道来做收听。那云嘉南地区的民众们呢，可以透过电台的一个收听来收听这个天文 No Idea 的节目。为了鼓励民众收听，主办单位佫伫节目当中安排有奖征答，希望伫疫情甲休热这段时间，增加亲子生活自然的话题，嘛学着天文的相关知识。记者林伟霆家己报道。明仔载天气写款，咱做伙来看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8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2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上低25度，上悬33度。咱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